想令你寫嘅 App 可以儲存到資料，Supabase 免費幫你搞掂。之前做嘅 App 都有個問題啦，一重新整理個網頁，啲資料就唔見晒。點解會咁啊？因為你個 App 仲未有資料庫去記住啲嘢。呢個時候 Supabase 呢個免費嘅後端服務就可以幫到手啦。佢提供咗資料庫、使用者認證，仲有檔案儲存嘅功能添。簡單嚟講，佢就好似 Firebase 嘅開源替代品咁，非常實用。喺 Vibe Coding 入邊，我哋可以點樣用佢呢？其實好簡單，你只要同 AI 講，幫我將呢個 Total App 接上 Supabase，AI 就會自動幫你寫好連接 Supabase 嘅程式碼，慳翻好多時間。你唯一要做嘅就係去 supabase.com 建一個免費專案，喺專案入邊攞到 URL 同埋 key，然後交俾 AI 就搞掂。從此之後，你寫嘅 App 就擁有持久嘅記憶，資料唔會再唔見啦。